小朋友成日發脾氣點算啊？我個仔成日發脾氣，有時甚至喺公眾場所大吵大鬧，真係難搞啦。3歲前，小朋友仲係好自我，佢想要嘅嘢就要即刻得到，情緒控制亦都未夠成熟，再加上語言理解同表達能力未完全掌握，唔能夠同大人完全溝通，就會經常用喊同埋行動嚟表達自己嘅需要同情緒。但我個仔已經5歲啦，仲係咁樣，點算啊？如果喺早期，小朋友一發脾氣就得到佢想要嘅嘢，佢就會不斷用發脾氣嚟滿足自己嘅要求。所以家長需要由細開始用堅定嘅管教方式去處理細路仔嘅行為，即係要即時處理，貫徹始終。同埋屋企裏面每個人都要同樣咁去處理，唔好因為怕咗佢喊而讓步，咁樣佢先至會學識喺任何情況之下發脾氣都係唔能夠得逞嘅。哦，原來係咁，咁實際上點做啊？對於一啲輕微而又冇傷害性嘅行為，例如喊、嗌、輕輕咁打自己、掃嘢落地，我哋可以刻意忽視佢，即係完全唔好俾任何反應佢，包括唔好望佢，唔好同佢講嘢，同抹眼淚咁啊。等佢一停落嚟，就睬返佢，同埋讚佢嘅好行為。你真係安靜啦，自己將玩具拎出嚟，真係叻啦。記住啊，初實行呢一個方法嗰陣，細路仔可能會因為你唔理佢而變本加厲。但係如果你堅持唔睬佢，佢最終都會知道發脾氣係冇用嘅，咁就會慢慢做少啲呢啲行為啦。呢種方法唔使我勞氣，睇嚟都唔錯嘅。但係如果佢嘈到影響到其他人，咁就唔係幾好啦。我哋處理小朋友嘅行為嗰陣，任何時候都要盡量保持心平氣和。如果當時因為騷擾到其他人而覺得尷尬，或者係小朋友嘅行為有傷害性，就要用其他方法啦。你可以即刻行到佢面前，叫佢停止，同埋指示佢應該點樣做。你要細聲啲講嘢啊，佢先至會學識到用適當嘅行為嚟代替發脾氣。如果佢肯聽話，就即刻讚佢。假如佢仲係繼續發脾氣，咁就要用隔離時段嘅方法，等佢承擔不當行為嘅後果，同埋等佢冷靜落嚟。點樣執行隔離時段呢？首先話俾小朋友知，因為佢做咗啲乜嘢唔恰當嘅行為，所以要隔離。然後將佢帶嚟現場，去一個安全又冇嘢吸引佢嘅角落或者房間，話俾佢知要安靜1至5分鐘。期間你同其他人亦都要離開佢嘅視線，唔可以俾任何注意佢。如果佢喺時間完咗，仲係喺度叫喊，亦都要話俾佢知，仲要保持冷靜最少1分鐘先至可以結束。如果喺公共場所，你可能要留喺小朋友身邊，不過唔好同佢有眼神接觸，同埋唔同佢講嘢，直到佢安靜落嚟。當時限完咗，就可以俾佢重新投入活動啦。記住啊，頭先講嘅處理發脾氣嘅程序係需要跟足同埋反覆咁用，先至容易成功㗎。